请问吴正山小姐在吗？我们送餐来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因为我刚刚送这个给她。那这个我们收就好了，我们收就可以了。对，还是你要不要我们直接指可能比较轻松。马大酒外送有这家吗？有，我今天刚开张。很快又要过年了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各行各业总是特别忙碌，但是忙归忙，千万别忘了填饱肚子。继去年当文具店店员后，今天我要担任美食外送员，为民众送餐，希望饱满的一餐能够给大家带来元气和活力。我也特别准备了特制版的小春联，当做伴手礼，要为大家增添新春的喜气。这边取餐几号？哦，是那个少女肌肉粥是吧？是几号的F1734， ？734号，对不对？哦，是。第一次在这么多车子的地方骑电动的脚踏车，感觉很不一样。因为这里有谢先生或谢小姐吗？对，是不是订了一个霸王面店？对。看看这些东西，看看对不对啊？这3个都在这里面。对了啊。好，这是老鼠吗？不是雕。除了送餐以外，我们有些小的礼物要送给你。啊，真的吗？马英九吗？马英九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雕。雕啊？对。这可以做宠物的。对啊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，那只是猫吧？这是我写的一个小春联送给你。谢谢。谢谢你点我的餐。您是不是有点八方云集的锅贴？对啊。谁点的？我点的。你点的，我帮你送来了。好，谢谢。本来应该早点到的，可今天塞车蛮严重。没关系呀。看你们很饥饿的样子。有没有？当然来这样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好，谢谢。我有个这个我也买啊。我们刚成立一个马大酒外送。送我饮料。11杯。想想看够不够？你们都吃过饭了嘛？哈。有。饭后就要饮料。对。我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这是我写的。好，谢谢。NANI？你叫了什么？海神维糖维冰，碧螺春柑橘金萱维糖维冰。我没想到这儿来还叫卖。好，请问吴正山小姐在吗？我们送餐来。有啊。她本人在不在？他本人在啊。哦，这个通知她一下。他在收客人。他在忙什么了吗？能不能出来一下子呢？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，我刚刚送这个给她。那这个我们收就好了，我们收就可以了。对。我还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她。还是你要不要我们直接指可能比较是的，等一下，前总统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可以加点吗？这个地方我们叫它中心寓所。第一次骑着电单车经过这几年住过8年的地方，感觉到很有趣。
简同学吗？简言一啊，你是几年级同学？高一的啊，这是你要点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送你。你知道是我来送的是吧？你不知道？好，你要马上考试了，是不是？加油哈，加油加油！各位北一女的同学，大家好！很高兴在我来这边送餐的时候碰到大家。你们都还没有吃午餐，对不对？平常吃些什么午餐？家常自己带便当吗？哦。我们后会有期。很高兴有这一次的机会，让我再度为民众服务，也再次体会到各行各业的辛劳。希望大家在忙碌过后都能好好的休息，过个好年。享受完美食之后，也别忘了一定要多运动。祝福各位新的一年一切顺遂，万事美好。金属风光无尽藏，万物溪河有余香。过年期间，我也会全国走透透，发送福卡，祝大家鼠年鼠来宝。